大家平安。在经过一天的休息，我们又回到了工作岗位。我们一样，不论是休息或者是工作时间，我们也都需要有一段时间，先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来思想上帝的话语，让上帝来带领我们走我们每一天。今天我们再次来到主面前，一起来敬拜，一起来经历上帝的恩典，让我们安然的居住在上帝的家中。我们一起来敬拜，一起来将自己交在上帝的手中。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宁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静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洁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我来到你宝座，献上我的祷告，在这安静时刻，我听见你的声音，因为你的爱已经找到了我，是我配得走进你的同在里。在这安息时刻，你聆听我呼求，享受在你的荣耀圣殿中。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求你扬起脸来光照我的心，你是我心充满了快乐。主啊，你是我全然心靠，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耶和华是我安然居住。
主，我们感谢你恩典，你使我们安然居住，在你当中安然的居住，在你的里面得着了安息。亲爱的主，当我们来到你面前，也愿你赐下这美好的恩典在我们当中，让我们领受从你而来的平安与安息，让我们能够重新的归回在你面前。亲爱的主，让我来到你的宝座前，献上我的祷告，让我们每天的这段宁静的时刻，听见你的声音，听见你对我们说的话，让我们将自己完全的敞开，完全的交托在主你手中。亲爱的主，因着你的爱，你已经找到了我，因着主你的拣选，我们配得与你同在，不是因为我们的努力，而是因着你的恩典。让我们在这安静的时刻当中经历了你，享受你的同在，享受主你的恩典与祝福。亲爱的主，让我们安然的在你面前领受这美好的恩典。主，我们再次来到你面前，将自己献上，将自己摆上，恳求你就在我们当中来帮助我们，来带领我们，也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感谢主，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今天10月11日，我们要一起读的经文在何西阿书第9章第1节到第9节。何西阿书第9章第1节到第9节，我们一起来看今天的经文。以色列人啊，不要狂欢，不要跟异教徒一样庆祝你们的节期。你们已经叛离上帝，对他不忠。你们像妓女甘心把自己卖给巴力，拿五谷当卖身价。但是不久你们就要缺乏五谷和橄榄油，也不再有美酒。以色列人不能再居留在上主赐给他们的土地上，他们要回到埃及，要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他们再也不能用美酒供奉上主，也不能向他献牲祭。他们吃的东西像商家的食物，会使吃的人玷污。他们的食物只能充饥，不能带进上主的殿宇做供物。那么在指定敬拜上主的节期里，他们能做什么呢？灾难来到，他们到处逃难，但埃及人要集合他们，把他们埋葬在孟菲斯，他们的家园，那储藏财宝的地方，将长满荆棘杂草。惩罚的日子到了，报应的日子到了。这事发生的时候，以色列就知道了。你们说这先知是大傻瓜，这受感的人是疯子。你们罪大恶极，才这样憎恨我。上帝已经指派我做他的代言人，叫我警告他的子民以色列。但是我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要谋害我，像捕鸟一样。在上帝的殿宇中，先知遇到的尽都是敌人。这些人罪恶滔天，就像他们从前在基比亚时一样，上帝一定会记得他们的罪恶，惩罚他们。今天经文在何西阿书第9章第1节到第9节，让我们用一些时间再来看今天的经文，来默想今天的经文。
大家平安。当我们在看一些经文的时候，我相信大家都会觉得，怎么会是这样子？然而在当中也让我们在默想的时候，其实也可以把我们自己的生命丢进去，把我们的生活，把我们的教会，也就是我们的教会生活，我们的信仰生活，当我们放进去的时候，也去思想一下，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得罪了上帝？在当中也让我们去看到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一种比较纯粹的基督徒的生命，还是我们的生命里面掺杂了许多？其实当我们真的没有在做灵修，没有回到上帝面前，没有更明白更认识上帝，更认识基督信仰的时候，其实我们根本不知道我们生命里面已经掺杂非常多的东西。就像以色列人一样，在以色列人他们的群体生活当中，其实他们掺杂了非常多异教的东西，而在当中他们也不尽然知道，或者是他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其实我们的生命常常是如此，我们不觉得这有什么问题，而当被提醒的时候就开始跳脚，你为什么指责我？为什么是这样子？所以今天经文也讲到说，先知进到圣殿上帝的殿的时候，里面都是敌人。为什么都是敌人？因为听不进去，因为你踩到我们的线，你得罪了我们，你说我们这样做不对，那我这30年来我在做什么？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需要悔改，就是如此。我们需要更认识你，才有办法真实的悔改，而在这当中真实的悔改，才有办法真实的回到在这当中。所以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常常不自觉的已经陷入在那当中，被提醒的时候就觉得这个人怎么乱来，但是你没有反省自己，你是不是在乱来？所以我们生命常常是这样，我们常用很多奇怪的方式。我们看到有一些刚来到教会的人，其实他很渴望了解在教会当中该怎么祷告，该怎么敬拜。其实当他不知道的时候，他很自然的就会用以前宗教信仰的方式来处理这一些。而当他们这样开始在做的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的人，我们常常说我们从小就在这当中，我们从开始的时候我们就在，但是我们却不知道我们已经掺杂了许多异教的东西在我们生命里面。我们要这样教导那个新来的人，所以在当中那新来的人也会混淆，这样不就跟我以前拜的是一样的吗？只是前面那个神明不一样而已。而在当中我们可能也会看到更夸张的一些东西，比如说在圣经里面在讲的，在其他的一些宗教当中会有那些庙祭的问题。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台湾如果有一些这样的东西，有些可能会拿香或烧香，或者是会有一些奇怪的东西在当中的时候，我们已经不觉得怎么样了。而在当中新来的人，你会觉得真的也没什么不一样啊。其实有很多人在研究那种宗教现象或宗教的那仪式的时候，会发现现在的教会好像跟其他宗教没有什么不一样。而在这个过程当中，是不是掺杂了许多异教的东西？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今天的经文里面，何西阿也在谈这个东西。我们信仰当中是不是已经掺杂了许多异教的东西在这里面？所以我们也用那些异教的方式在敬拜上帝，而这样的敬拜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让我们做更多，得罪上帝更多？是不是也让我们在这边持续在做的时候，持续的得罪上帝？而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也让我一直在想到第1章到第3章里面在讲的何西阿的婚姻里面，就是一直在呈现这东西。你拿着耶和华上帝所赏赐的，却是带入在那巴力，在那外族人的当中。所以这边在讲到说，以色列人啊，不要狂欢，不要跟异教徒一样
庆祝你们的节期。这个节期是什么？可能是收割节，可能是祝棚节。在他们过这样的节期的时候，却是带入了许多异教的东西，甚至许多异教的那一些妙计就出现了。如果用现在来看的话，是不是就会有很多那种灵媒出现，很多算命的出现，很多有的没的就出现在这当中？会不会我们在庆祝的时候就开始搭棚子，演歌仔戏、演偶戏、演什么的？甚至办的就像庙会一样。很多时候我们在看，我们用这样的举行方式，不就是跟摩西所交代的一样吗？我们该怎么样来庆祝这些节期？我们就这样庆祝。然而我们看到在这过程里面，其实没有写得很明白的，其实就是掺杂了很多。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像妓女甘心把自己卖给巴力，拿五谷当身价。所以也就是这样来呈现出，其实有很多的问题，你们已经叛离上帝，对他不忠。其实虽然你们在敬拜上帝，但是你们的心在哪里？所以在当中，让我们去看到，其实当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时候，当我们一起来礼拜，当我们一起来敬拜的时候，其实一再提醒的是，你的对象是谁？你的心里面，你敬拜的是谁？为什么我们说过去说把你的手机、把你的手表先放着，不用一直看手表，不用一直看手机，不用一直滑手机，不要传纸条传来传去。因为在这过程当中，就是要让我们专注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专注在上帝的面前，让我们知道来礼拜是在敬拜上帝的，而不是来这边只是在社交，不是来这边想着外面的事情，我什么工作还没做完什么的，甚至带着很多其他异教的东西进到这当中。究竟我们在拜什么？所以何西阿一直在提醒这个，我们需要回来，不是叛离上帝，对上帝忠心。因此在当中，不要再用那许多异教的方式进来。但是我们也有一个问题在，究竟敬拜上帝要怎么样？该如何敬拜上帝？因为很多人可能进到教会里面来，他也看不懂。因为我们也没有好好的来明白如何来敬拜上帝。其实当摩西那时候，为什么上帝要让摩西颁布这样的献祭的方式？因为也是让当时的人们知道，这个上帝你该怎么样来敬拜他，该怎么样来亲近他，而不是用其他异教的方式。佛教有佛教的方式，道教有道教的方式，印度教有印度教的方式，每一个宗教其实都有它的一个方式。而我们呢？所以有很多东西我们要小心，不是让我们拿到一个东西就可以这样任意的使用，而是让我们明白该怎么样来敬拜上帝。所以这边讲到，其实也像是前面那个婚姻的过程里面在讲的一样，拿着这丈夫所给的去讨好另外一个人，然后这些东西他以为是另外一个人给的。前面有讲到说，我会让他缺乏，在那个人面前，我所有的东西我都拿回来。当拿回来的时候，他就会发现他是赤身裸体。所以在这边也是看到，当用这样的方式的时候，你会发现上帝把这些都收回了。而当收回的时候，你会看见你是缺乏的。所以这边讲到说，你们不久你们就要缺乏五谷、橄榄油和美酒，也就是你基本生活的需要没了。你要献祭，或者是你要保养身体的橄榄油，这些东西也没了。你要享受的这些美酒也没了。所以在这三种层次当中的东西
也都没了。所以在当中看到，不是要你在那边奢华而已，连最基本这些东西也都没了。所以当中我们看到上帝把这些东西收回来，都收回来，连你最基本的需要都收回了。所以在当中我们生命里面也常会看见这样子，是不是我们因为怎么样，所以进入那种贫瘠当中？我们生命里面是不是一直带着这美好的祝福，但是却去投靠其他的神？所以很自然的，上帝就会把这些收回。当收回的时候，就会发现我们却是一无所有。甚至也不能留在这边，所以甚至上帝所说要赏赐给他子民的都收回，让他们回到埃及去当奴隶，让他们进到亚述吃不洁净的东西，也就是他们被掳了。他们要再次的他们要去经历被掳，也就是我们看到在列王记所记载的结束之后，也就是我们看到的以斯拉、尼希米所记载的，在当中看到他们已经进入到被掳的状态，他们已经进入到这另外一个情境里面，已经不住在自己的地方了。所以我们看到，确实上帝这样说，事情也就这样成。所以我们看到，虽然这是上帝的选民，但是在这当中，因着人们的不顺服，因着人们得罪上帝，去拜别的神，所以当中他们所经历的就是被掳，他们所拥有的，上帝都拿回去，就像那个妇女一样，她所拥有的一切，她的丈夫都拿了回去。因此在当中，我们看到我们的生命里面，是不是也常常陷入在那个境况当中？我们所拥有的，上帝会拿回去。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的生命里面不是陷入在这当中。有时候我们真的是仗势的，上帝爱我们。然而我们看到以色列也是一样，他们仗势的是这些，但是他们却去误用了，所以上帝要把那些都收回。当我看到说在亚述吃不洁净的食物的时候，其实他们也没得选择，要不然就要像但以理这样子。当但以理他们被掳走，被拣选出来，然后我要供应他们最好的食物的时候，他们分别出来，说我们不吃你们所给的这些，要给的话给我们这些蔬食就好了，这些简单的食物就够了。所以但以理他们所在呈现的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是靠着上主所说的每一句话。所以他们所追求的，并不是在享受这些食物，不是这些肉，这些什么东西，他们享受在这些东西，而是他们更重要的是，他们让自己洁净，去领受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看但以理的时候，他们没有吃那些东西，但是他们长得比其他人更好。而这边在讲了说，以色列人不能再居住在上帝赐给他们的土地，所以我们看到这所有的上帝都拿走，从五谷到橄榄油到美酒到土地，上帝都拿回了。所以当他们进到这不洁净的地方，也过着这不洁净的生活，他们再也不能用美酒供奉上主，也不能向他献祭。他们吃的东西像商家的食物，会使吃的人玷污。他们的食物只能充饥，不能带进上主的殿宇做供物，所以不能献祭了。他们东西都是不洁净的，不能献祭会怎么样？
就无法认罪，无法得到赦免，无法来到上帝的面前，无法再跟上帝有更亲近的关系，所以不能进上帝的殿宇，所以那种距离越来越远。这样子就如同上帝遗弃他们的感觉。你们生活在不洁净人当中，你们成为那不洁净的。你们的生活、你们的食物、你们各方面都是不洁净的。不洁净的人不能进到洁净的圣殿里面，不能靠近上帝。你们没有酒可以供奉上帝，也不能向他献祭。你们一无所有，连洁净的生命也没有。当然，或许有些人会觉得无所谓啊。确实，在那当中或许会觉得无所谓，因为那时候的人早就已经离开上帝了。而在当中，我们看到，当他们很苦很苦的时候，才会回来寻求上帝；当他们陷入在很深很深的状况当中的时候，他们才会呼求上帝的帮助。我们看到以色列人常是如此，我们也常是如此。走到最后绝境的时候，才会想到：哇，我们得罪了上帝，我们该回来寻求上帝的帮助。所以各位弟兄姐妹，当我们在生命里面，我们需要走到这样的情况吗？我们需要让自己走进这种绝境当中吗？所以他在讲到说，那么在指定敬拜上主的节期，他们能做什么呢？也让我们想去思考，在进入到我们敬拜上帝的节期当中，我们可以做什么？在圣诞节，在感恩节，在复活节，在这许多节期当中，我们需要来做什么？灾难来到，他们到处逃难，但埃及人要集合他们，把他们埋葬在孟菲斯，他们的家园那储藏财宝地方将长满荆棘杂草，所以他们会被抓起来，会被掳走，他们也无法回去，甚至到他们生命最后一刻，依然流落在外乡，在亚述，在埃及，所以他们没有办法归回在自己的家乡当中。他们的家园那储存财宝的地方长满荆棘杂草，所以就是没有人去，没有人会去扫墓，没有人会去看他们，也没有机会回去。所以那边人烟稀少，甚至没有人在走动，就会长满了杂草。所以就是他们会有好几代，在当中会看到他们被掳，会有好几代的时间被掳在外面，甚至他们也遗忘了他们祖先的坟墓在哪里，遗忘了他们的家乡，遗忘了他们的宝贝，遗忘了上帝的恩典，都遗忘了。我们的生命是不是也常陷入在这当中，遗忘了上帝的恩典？所以当我们在进到某些状况的时候，可以来思想，究竟我们里面发生了什么事？惩罚的日子到了，报应的日子到了。这事发生的时候，以色列就知道了。你们说这先知是大傻瓜，这受感的人是疯子，你们罪大恶极，才这样憎恨我。所以许多时候我们看到一些人的时候，我们会觉得这些先知在说什么？在说什么傻话？其实我们可以看到，当先知出现的时候，真的真实的先知出现，带着上帝的话来，不是在讨好人，而是要带来上帝的话语。而这上帝的话语常常会刺到我们的生命，常常会点到我们生命的问题。所以在这许多状况当中，我们愿不愿意，我们有没有可能回来
反省、悔改、认罪。其实我们看到，我们常常就是陷入在某一种的境况当中，我们不愿意悔改，不愿意认罪，不愿意回到上帝面前来，所以我们常常陷入在这种状况里面，甚至厌恶上帝所拣选的人。所以这边讲到说，上帝已经指派我做他的代言人，叫我警告他的子民以色列，但我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要谋害我，像捕鸟一样。在上帝的殿宇中，先知尽遇到的尽都是敌人。其实这也是一个挑战，这也是一种撒旦的诱惑，或撒旦的挑战。当上帝差遣人，他拣选的某些人进到他的子民当中的时候，也常常遇到这样的事情。其实有时候我们也要去思想，为什么教会的牧师会变成这个样子？以前常常有人会批判教会的牧师，说这些牧师都讲些偶戏杀，都只讲那些故事。但是我们可以看到，可能在某些状况当中，当牧师讲那些故事的时候，讲那些笑话的时候，大家才有反应，大家才醒过来。而当这牧师他很认真的在解经，在分享他的领受的时候，大家都睡得东倒西歪的。所以久而久之，这个教会所带出来、所造就出来的这个牧者，他势必就讲那些偶戏杀，因为唯有讲那些，大家才会听。而他每个礼拜这样认真的准备讲道篇，大家不是睡着了，就是放空，没有人听得进去他所说的。唯有当他说笑话的时候，大家会记得好几个礼拜，哇，之前牧师讲那个笑话好好笑。但是牧师在讲的传达什么意思，大家可能不知道。另外一个可能是，有些牧者他很认真在讲，照着圣经的话语去解经，照着圣经的领受去传讲。而当他讲完之后，很多人回来攻击他，说：为什么牧师你都讲我？为什么牧师你这样批判我们？你这样讲我们是什么意思？所以很多人不愿意在当中，好像我认真的在处理，但是却确立了这许多的敌人。我们也常常说，教会里面都是罪人，不是只有教会外面而已。而在当中，当我们这样罪人，我们愿意听，不论是读圣经，不论是听讲道，我们愿意听进去之后，愿意悔改，愿意改变，愿意觉知我的生命要调整的时候，这样的话语对你来讲是有功效的。不然的话，就会像这当中所说的一样，上帝拣选的何西阿，让他成为代言人，进到以色列人当中去警告以色列人。但是我们看到大部分的先知，当他们出现的时候，常常成为过街老鼠，人人喊打。但他为什么要成为过街老鼠呢？因为众人听不进去，因为众人觉得你为什么在批评我们，在论断我们？你来是带来祝福吗？还带来诅咒？所以在这许多的情况里面，让我们去思想，究竟我们在这当中在做什么？所以在当中我们看到很多人这样做之后，就坚持不下去了，所以才会改变，讲一些轻松的，讲一些大家想听的，讲许多的成功神学，怎么样成功？
怎么样去经历上帝更大的祝福。而在当中吃到甜头的时候，才会发现哇，原来是这样子，所以一直往那边靠，一直往那边靠，常常因为这样的诱惑而走偏了。大家听得很高兴，但是却没有听到上帝的话。所以很重要的是，当我们在灵修的时候，在礼拜的时候，其实我们要听到上帝的声音，不是只是听到我觉得这世上觉得很棒的，我觉得很好的，而在当中我们要看见的是上帝怎么样来带领我们。所以这边在讲到说，当上帝拣选他的仆人进到人群当中的时候，是要带入许多的教导，许多的教训，甚至有很多的警告。但是无论到什么地方，他们都要谋害我，像捕鸟一样。所以其实我们可以看到，这些当先知的人，他的生命里面其实是有很多的伤，因为上帝拣选他去做这些事情，但是他要进入另外一个焦虑挣扎当中，因为当他站出来，就有很多人想要伤害他，想要抓捕他，甚至要杀害他们。这边讲到说，在上帝的殿宇中，先知遇到的尽都是敌人。或许我们在教会当中，感谢主，不是所有都是敌人，有可能1个、2个、10个。但是在这里面，如果只有1个，其实也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了。不要说都是敌人。所以这当中我们看到先知站出来的，他在传讲这样的话语，其实也可以看到，就像上帝在说的，他们不是厌弃你，而是厌弃我。所以可以看到以色列人得罪上帝到这么深，而他们要这样对先知出手，他们无法对神出手。所以这边讲到说，先知遇到的尽都是敌人，而这些是不是也都是上帝的敌人？在圣殿里面，也让我们在思想，在教会里面，是不是也都是先知的敌人、牧师的敌人、上帝的敌人？你是不是？这些人罪恶滔天，就像他们从前在基比亚斯一样，上帝一定会记得他们的罪恶，惩罚他们。所以真的让我们回来思想我们自己，我是不是也这样得罪上帝？我是不是也这样在犯罪？像在基比亚斯一样，我们是不是也是这样，照着我们的想法做，照着我们的性子做，任意而为的犯罪？在许多罪行当中，任意而为。而当我们这样做，上帝说，上帝一定会记得他们的罪恶，惩罚他们。上帝一定会记得我们的罪恶，惩罚我们。我们要求上帝赦免我们，而在当中，我们要从这些东西出来，不要再落入在那里面。所以在这当中，我们看到上帝透过先知所传达的，在对当时候的人说话，何尝不是在对这时候的你在说话呢？所以在当中，我们需要进入在那当中，去经历、去领受这些恩典与祝福。但是这样的提醒、这样的警告，我们要听进去。所以其实我们看到现在的基督徒很多都一样，都是想要领受那祝福，但是那些该改变的、该调整的，我们需要先做。
就像很多时候，很多人想要领受圣灵，想要领受上帝的恩典，却领受不到。但是我们要先回来看，我们有没有真实的敬拜，真实的认罪悔改。不要让罪把我们的眼睛遮蔽了，不要让撒旦因着我们所犯的罪来控诉我们，不要让我们一直离开上帝很远，然后在那边说我们看不见上帝。不要让我们一直进入在异教当中，甚至用异教的方式来敬拜上帝。而我们一说我们敬拜上帝啊，我们很认真敬拜啊，但我们一直陷入在那异教的罪当中。所以唯有我们单单的回到上帝面前来经验上帝的话语，来领受上帝的赐福。进到上帝的交代当中，我们悔改认罪，我们恳求上帝怜悯，不是一直用自己的方法自己的想象，而是真实的回到这当中。所以唯有回到上帝的恩典里面，我们才有办法真实的来领受，才不会互相厮杀，才不会进入在互相的控告里面。当我们在读先知书的时候，或许都会觉得哇很沉重，怎么会是这样子？其实当我们真的要做很多事情的时候，有些人会说，牧师你讲的太沉重了。但是我们看到先知讲的何尝不是这样子，何尝不是如此呢？不也就是一种很沉重的话题。为什么会讲这一些？也就是因为我们一直离开上帝，我们一直得罪上帝，我们一直不愿意悔改，所以才会有些牧者分享说，他到最后讲到很重的话，因为前面用了那么多时间，用了那么多心力，大家不愿意听就是不愿意听，最后只好用很重的话在分享。而且很重的话，也就是圣经里面在讲的，也就是上帝对我们的感动，让我们所讲出来的。在过去可能我们不敢讲，不好讲，但是当圣灵感动的时候，我们要这样讲出来。这也就像先知一样，在走到某个时刻的时候，上帝让先知来用这比较严厉的方式在陈述。所以许多时候我们都会觉得，为什么上帝你要用这样的方式，为什么牧师你要用这样的方式？但是我们要回来看，我们的生命竟然走到这样的情况。各位弟兄姐妹，让我们回到主人面前来思想今天的话语，来思想今天上帝要对你说的话。
亲爱的主，愿主你就在我们生命里面来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进到这样得罪你的情况，去听到这样的惩罚要临在，才会觉得很恐怖，才在埋怨上帝你为什么要这样做，而是让我们能够在生命里面每一天当中都能够更贴近你的心，在每一天的生命里面去经历主你的大能，你的恩典，在我们生命里面每一天做一点调整，做一点修剪，让我们的生命里面单单的去经历主你就在我们当中要来赐福我们。在我们生命里面常常会觉得我们生命有许多的软弱，也恳求你帮助我们，恳求你的灵就在我们当中来带领我们。主，我们感谢你就在我们生命当中，主也让我们在当中每一天被你调整一些，让我们更知道怎么样来敬拜你，用你的方式来敬拜你，来领受你那美好的恩典。让我们不要去经历你将这样的祝福，将这样恩典收回的那一刻，让我们不会去经历到我们缺乏五谷、橄榄油、美酒的那一刻，而是让我们在生命当中每一时每一刻都满有主你的祝福，让我们愿意追随你，让我们不用到先知来的那一刻才在那边抱头痛哭，而是在每一天当中流泪领受你的恩典。感谢主，你就在我们当中。亲爱的主，我要将今天这段时间交在主你手中，感谢主你带领我们，也让我们在当中去经历主你的同在。主，我们将今天的聚会献上感谢，也陈列在主你面前，愿你悦纳我们所摆上的。我们将祷告祈求都奉靠主耶稣的名，阿们。愿我们每天来到主的面前来领受上帝的恩典，愿上帝赐福于你。